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 Helen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一睇屯門裕豐花園嘅一啲間隔同埋保養程度。事不宜遲，帶你哋望下。裕豐花園係恒基兆業於2005年喺藍地福亨村興建嘅私人住宅物業，由12座組成，提供1576伙，面積由326尺至到594尺不等，間隔由2房至到3房單位，係屯門為數不多嘅低密度住宅。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呢個21年樓齡嘅物業保養成點樣。屋苑優點以低密度設計，周邊環境清幽，入場費親民，適合上車嘅後生仔居住。屋苑亦設有大型嘅住客會所，提供戶外遊樂場同埋泳池以及健身室。由於屋苑可以養寵物，亦都有好多愛寵人士中意居住呢度。加上佢臨近藍地大街，設有超級市場同埋小食店、酒樓以及傳統嘅街市，生活亦都非常之方便。另外，屋苑亦都提供穿梭巴士直達屯門市中心以及屯門港鐵兆康站，而可以步行數分鐘可以去到藍地輕鐵站。各位家長最重視嘅就係校網啦。裕豐花園為70區小學校網，小學包括有保良局涼州順勤小學、屯門官立小學。中學係屯門區有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、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。如各位想知更多詳情，請即刻聯絡我哋屯門龍一分行，或者直接 call 我 Helen。Thank you，bye。